敬畏耶和華，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。敬畏主耶穌嘅人，有主嘅生命、平安同埋喜樂，在世嘅日子，生命必然更豐盛同埋增多。我哋要時刻敬畏、感謝、讚美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mazing Grace 奇恩積歐教室嘅 Grace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歐積 Jellycat 蛋糕嘅方法。你可以淨係入棉花，成為一個好靚嘅棉花蛋糕啦，或者咧勾佢做一個儲物盒。我哋只需要入邊放一個硬嘅盒落去咧，咁我哋就可以裝嘢啦。咁 Jellycat 公仔嘅特徵咧，就係有對腳同埋眼睛，有個笑臉，就好似呢個心心咁。如果你想勾呢一個心心嘅公仔咧，你就可以睇翻我個勾織心心嗰個教學影片，咁加對腳同埋眼睛一個笑容，咁就可以有一個好靚嘅 Jellycat 心心公仔啦。如果你係入邊放棉花嘅咧，我哋就要由面呢度用白色開始勾，一直咁樣換顏色咁樣收落去個底嘅，因為個底冇咁靚，所以我哋咧由面開始勾。如果你勾佢做儲物盒嘅咧，我哋都係由呢個底開始用啡色勾啦。咁呢個面當然呢啲奶油當然係用米色嚟到勾。咁嗰個蓋咧，你就要勾到呢個蓋嘅長度先至得嘅。呢一度咧又係勾到啱啱佢咧冚蓋嗰個位就好啦，就唔好太長，太長咧就吸唔到落去嘅。呢啲咁得意又可愛嘅 Jellycat 蛋糕，你係咪好想勾織呢？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啊！喺開始之前，請大家訂閱我嘅頻道，撳埋隔離灰色嘅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所有嘅新影片啦。仲請大家留言、分享同埋點讚，當然最好係幫我睇晒所有嘅廣告啦。多謝大家。我哋而家用啡色嘅線嚟到勾儲物盒個底。首先呢，將條欄整成一個圓圈，喺中間抽一條線出嚟，索實支鈎針，手掌揸住條線，翹實隻食指，大拇指同中指撳住呢度，鈎針喺前面，由內至外勾線過嚟。咁呢個咧就叫做鎖針啦。我哋而家咧要勾4鎖針，頭先勾咗1針啦，2、3、4，好，然後咧就喺第1鎖針呢度穿落嚟，鈎針向翻後，翹欄勾線，再過呢一條線，咁呢度咧就形成咗一個圓圈啦。或者你覺得呢個困難呢，你就可以勾咗4鎖針之後咧，掹條鈎針出嚟，然後咧穿咗落去第1針鎖針線，再穿翻第4針鎖針。咁我哋手指咧就可以撳住呢啲鎖針啦，然後咧做一個引拔啦，就翹欄過2條線，引拔之後咧，我哋就形成一個圓圈啦。咁然後咧，我哋1鎖針喺呢個圈中間咧，就勾6短針啦。短針係點咧？首先穿支鈎針落去，勾線上嚟，翹欄過2條線，咁咧呢個就叫做短針啦。與此同時呢條欄咧，
可以圍住呢個圈。我哋一共要勾6短針，嗱，而家已經有1短針啦，咁再勾多5針啦，穿支針落去，勾條線上嚟，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，咁咧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啦，勾完6針咧，我哋就要引拔翻咯喎，咁我哋要倒數啦，6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個位穿落去2條線，將勾針穿落去2條線度，勾線過嚟，再過埋呢條線，咁就一個引拔啦。引拔完呢，呢個圈就完整啦。跟住呢，我哋就要勾一個記號針喺引拔呢條線嗰度啦。勾上記號針之後呢，我哋就要一個鎖針啦。然後呢，喺每一個位置呢，加針啦，即係每個位置2針短針啦。好，呢度呢，要喺呢個引拔嗰個位1短針，好啦，加針啦，即係同一個位置2針。咁呢，呢6個位置都要每位置2針啦。咁一共有12針啦。勾到尾咧。咁而家呢，就要做一個引拔，我哋呢，要喺第3個位1、2、3，第3個位呢度2條線穿落去，呢度呢，就做一個引拔啦。呢度穿落去，就拉線過嚟，引拔完呢，我哋就要喺側邊呢條線度扣翻呢個記號針啦。咁然後呢，就一鎖針咯喎，一鎖針。好，而家呢，就係隔1針先加針啦，即係呢，第1個位喺呢個引拔嗰個位唔使加針，1短針。第2個位要勾2短針啦，1，再加1針，就係2針啦，2短針。咁呢，每一次都係1、2、1、2咁樣勾，1、2，勾到尾啦。引拔完呢，我哋就扣翻個記號針喺呢條線上啦，然後呢，一個鎖針，咁圈圈都係做呢個動作噶啦。咁然後呢，呢一圈呢，我哋就隔2針就加針啦。第1針記住係喺引拔嗰個位度嘅，1針短針。第2個位又係1針短針。好啦，第3個位呢，就要2針短針啦，即係加多1針啦。咁呢圈呢，就係1、1、2咁樣，1、1、2咁樣一直勾住尾啦。然後呢一圈呢，我哋就隔3針先至加針啦。1、2、3，呢3個位都唔使加針住。第4個位呢，我哋就要加針啦，即係勾2個短針啦。又係咁啦，1、2、3，第4個位加針，咁一直勾至結尾啦。下一圈呢，我哋呢就要隔4針先加針咯喎。1、2、3、4都唔使加針嘅，呢4個位置。第5個位置就要勾2短針啦，1，再加多針，係啦，咁就勾至結尾。OK，咁呢一圈呢，我哋隔5針，第6個位置先至加針啦。1、2、
3、4、5。好啦，第6個位置要2針短針啦，1、2，兩針短針同一個位置。用呢個方法繼續勾織至結尾啦。下一圈呢，我哋唔使加針啦，每一個位置勾返1短針，咁又1鎖針啦。不過今次呢，我哋用後半針嚟到勾嘅，就係呢喺2條線中間呢度落針。每一個位置勾1短針，咁呢，佢條邊就會自然向上噶啦。呢一圈共有42短針嘅。下嗰6圈呢，我哋都係唔使加針嘅。喺第一個位置開始，每一個位置勾1短針。第15圈都係唔使加針，每一個位置勾1短針。不過呢，今次要後半針嚟到勾織嘅，咁即係喺2條線中間落針啦。咁一共勾42短針嘅。跟住我哋就用返呢個方法，一直勾幾圈。勾到嗰個盒嘅高度一樣，最後引拔完就拉高條線成為一個圓圈啦，就將條線剪咗，穿落呢個圈嗰度，索實。多餘嘅線呢，你就可以穿返入個底嗰度隱藏咗佢啦。咁我哋大概隱藏1寸至1寸半啦，再有多呢，就可以剪咗佢。而家我哋就要用一條米色嘅線喺蛋糕中間，頭先勾內半針嗰條線嗰度勾1圈奶油啦。咁呢，我哋就喺返呢個引拔個位開始，將條線勾上嚟啦，先1鎖針。好啦，第一個位開始勾短針啦，繼續就喺每一個位置勾1短針，一共係42短針。喺條線嗰度勾啦，一條線可以擺埋落去，一齊隱藏佢。咁繼續勾1圈短針啦。然後我哋就要搽啲膠水，成個樽都要搽滿佢嘅，包括埋個底，咁呢就穩陣啲啦，唔會甩出嚟。跟住我哋就擺入去，咁就啱啱到呢度嗰條邊嗰度，咁要整返靚佢。等佢乾咗呢，就會黐實咗，咁就唔會甩，好穩陣啦。而家勾個蓋面啦，咁就用米白色嘅線啦，就用返頭先底嗰個方法，第1至7圈都係一樣咁樣勾嘅。如果你個蓋係有啲長度嘅呢，咁我哋就要勾多2至3圈，冚到嗰個邊先至得嘅。咁勾嗰圈唔加針呢，都係喺內半針嗰度勾嘅，1鎖針。喺2條線中間，每一個位置勾1短針。如果你嘅蛋糕係入棉花嘅呢，我哋都係照返用米白色勾第1至7圈。然後我哋就唔好剪咗條線，喺呢條線圈嗰度呢扣個記號針，因為呢陣間仲要勾返呢一行奶油嘅。而家我哋就要轉用啡色啦，勾3圈。第1圈都係用內半針嚟到勾。首先我哋將條啡色線勾咗上嚟，然後呢，就1鎖針。好啦，跟住呢，就每一個位置1短針。
一共呢一圈有42短針嘅。跟住第二、第三圈呢都係正常咁勾，第4圈呢就要後半針勾嘅。跟住再正常咁樣勾多5圈，然後我哋要收返蛋糕個底，你就隔5針就減針啦。好，一鎖針，咁今次又係勾後半針嘅，1、2、3、4、5呢5個位置都係一短針。喺第6、第7個位置就要減針啦。咁喺第6個位置勾條線上嚟，喺第7個位置又勾條線上嚟。當勾針咗3條線呢，翹一翹啦，過3條線，咁就減咗針啦。咁我哋繼續用呢個方法，喺第6、第7個位置呢，就減針啦。繼續用啡色冷收到結尾啦。呢行呢，我哋要隔4針減針啦。咁我哋勾咗4短針先啦，第5、第6針就減針啦。咁又係咁用呢個方法勾完呢行咯喎，跟住呢就隔3針減針咯喎，呢行嗱1、2、3，勾咗3針短針先。然後呢，第4、第5針減針，係啦，咁又係咁勾完呢行。好，咁勾到咁上下呢，我哋就要入啲棉花啦。好啦，呢行呢隔2短針減針啦，即係勾2短針先，1、2。第3、第4就合埋一啦，勾晒呢一行，我哋呢就入多啲棉花落去咯，然後就隔1針至減針啦，即係勾咗1短針先，然後呢，第2、第3 2合1啦。咁呢，又係咁勾晒呢一行到最後咯喎，咁呢，我哋就2合1啦，勾咗一條上嚟，再勾埋隔離呢條線，好啦，3條線一齊過晒佢，咁呢，就一直勾到尾，到最後我哋又係咁啦，整成拉高條線，形成一個圓圈先，就將毛欄切斷啦，將呢條線穿入去個圓圈度，鎖實，咁就收咗個蛋糕底啦。而家勾蛋糕面嗰啲奶油，如果你勾儲物盒個蓋有邊，你就要喺後半針勾咗幾圈先，咁你睇返前邊就知道點勾噶啦。如果儲物盒個蓋係冇邊呢，就要喺後半針嗰度勾奶油啦。好，一鎖針，一個短針，然之後呢，下一個位置一個中長針咯喎，翹一翹啦，將鈎針穿入去2條線中間，勾條線上嚟。當鈎針有3條線，翹一翹啦，過晒呢3條線。呢個就係中長針啦。咁下2個位置呢，我哋就用每個位置勾2長針嘅，又係要翹一翹啦，將鈎針穿入去，勾條線上嚟。好啦，而家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，再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。咁呢個就長針啦。咁我哋同一位置呢，勾多個長針啦，翹一翹啦，勾條線上嚟。好啦，而家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，2次咯喎，嗱，過咗一次，再過一次。好啦，下一個位置又係勾2長針。
然後咧又勾翻個中長針啦，翹一翹啦，勾條線上嚟，翹一翹啦，過晒3條線，跟住咧一短針，下一個位置咧引拔啦，將勾針轉入去，拉條線上嚟，再過呢一條線。咁咧呢一個咧就係短嗰個邊嚟嘅。好，另外咧我哋勾個長嘅咯喎，一鎖針，翹一翹啦，呢個中長針開始啦，一個中長針，然後咧一個長針。咁下兩個位置咧，我哋要勾兩個長長針咯喎，長長針咧，我哋係翹兩翹，然後將勾針穿入去，勾條線上嚟。當勾針有4條線啦，而家咧我哋就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3次嘅啦，1次、2次、3次，咁咧我哋呢個咧就叫長長針啦，所以要翹2翹。好啦，就同一個位置勾多1針咯喎。咁你記住每次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咁就得噶啦。翹到咧勾針到得翻1條線咁就啱啦。好啦，下一個位置又係勾2個長長針。咁跟住下一個位置一長針，然後一個中長針，跟住一鎖針引拔。咁而家咧就一個短嘅，一個邊咧係長嘅，咁我哋就重複短長短長咁樣，直到結尾啦。咁我唔重複啦，你唔記得咧，你可以睇翻呢一度。如果你係入棉花呢個底收晒針嘅，咁我哋就喺翻呢個面出邊嗰條線啦，呢個外半針就勾咯喎，一鎖針，然之後咧一個短針，中長針，咁你睇翻頭先嗰度就得噶啦。長針，同一個位置2長針，咁我唔重複啦，你睇翻頭先嗰度啦。而家勾織士多啤梨，咁第一圈咧又係勾開始呢6短針，第2圈咧，咁我哋就隔1針加針，一鎖針啦，第一個位置1短針，第2個位置就加針啦，1、2、1、2咁樣勾啦，一共係9短針嘅。好，咁我哋引拔完之後咧，記得將佢咧反翻出嚟，因為呢度先係面，咁就靚啲嘅。好啦，下一圈咧，我哋就一個位置勾翻1短針，共有9短針嘅。咁最後一圈咧就減針啦，就係隔1針就減針嘅，係第一個位置就勾1短針，喺第2個位置勾條線上嚟，第3個位置又勾條線上嚟。當勾針有3條線，翹一翹啦，過3條線，咁就1針正常，跟住減針，一共減3次針。最後引拔完又係索翻條冷啦，咁咧我哋就入少少棉花入去，少少就得噶啦，唔好太多。
而家勾織洋燭，我哋係由上邊勾落去嘅，你可以用白色啦或者紅色啦開始勾都得。嗱，咁又係開始呢度第一圈6短針，咁我哋可以用啲有少少嘅冷嚟到勾啦。第二圈呢，一鎖針之後呢，繼續勾6短針，咁圈圈都唔使加針噶啦。到最後呢，又係喺返第一針前邊嗰2條線嗰度引拔，繼續勾多一圈啦。勾完2行，我哋可以轉下顏色嘅，勾一條紅色嘅線上嚟，咁拉緊呢一條白色嘅線，就用紅色呢條線呢，繼續勾啦。呢一條線可以綁喺隔離啦。咁我哋可以勾2行白色，1行紅色咁樣啦。隨你喜歡嘅，你鍾意一行一行咁又得。咁我哋勾到咁上下呢，就要入少少棉花落去，唔係陣間呢，你就好難入嘅。又唔好入得太多，太脹就唔靚啦。咁入咗棉花咧，又繼續勾啦。咁我哋可以轉返白色啦。當你勾咗條線過嚟嘅時候，就拉緊啲舊嗰條線，然後又繼續用新嘅線呢勾啦。咁一直勾到你想要嘅高度啦。而家我哋就勾蠟燭上邊嗰個火點啦。首先呢，就一個圈啦，咁就索住支針先。然後我哋呢，就勾2鎖針，然後勾一長針啦，翹一翹啦，將支針穿入去第一個鎖針呢度，勾條線上嚟。當勾針有3條線，我哋就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，再翹一翹啦，過2條線。咁然後呢，又係勾返2鎖針，就喺返同一個位置，即係第一鎖針呢一度引拔，將支針穿入去，勾條線過嚟，再過呢一條線。咁就勾咗個火點啦。最後我哋呢就將條線剪咗，穿入呢個圈度，索住佢先。啊，咁呢度呢調校返去尖尖地啦。咁就用針呢，就將呢一點火穿入個蠟燭嗰度。咁就穿咗入呢支蠟燭裏邊啦。如果條線太長呢，你可以剪咗呢一條黃色嘅線。而家就將支蠟燭縫上呢個蛋糕面啦。如果你想方便啲，你喺呢度黐膠水都得嘅。不過縫上去呢，就一定唔會甩，咁啊穩陣啲啦。咁我哋呢，圍住呢個中間呢個圈縫就得噶啦。咁首先將啲針穿入去。穿返上嚟，向上拉線。咁呢度呢，就蠟燭嗰度就要穿返去第一圈啦。如果你淨係穿個底呢，好唔穩陣嘅。又係咁啦，將支針穿入去，拉線。咁一路圍住呢個圈，咁縫上去啦。你呢要拉緊啲嗰條線嘅。
縫完一個圈之後咧，我哋可以將條線穿返入去個蛋糕底嗰度嚟到隱藏啦。就係有多咧，我哋可以剪咗佢啦。用同樣嘅方法，將啲士多啤梨縫上啊。縫嘅時候咧，你就要注意啦。如果你有做引拔嘅咧，咁你就將引拔嗰行擺喺入邊，咁出邊就會靚啲啦。咁繼續用呢個方法，將士多啤梨縫上啦。而家勾隻鞋仔，首先起3鎖針，然後喺第2個位置開始勾一短針，跟住下一個位置我哋勾3短針，然後轉咗嚟呢一邊啦，咁我哋喺返最後呢一個位置勾2短針。最後咧就喺返第1針前邊嗰2條線嗰度引拔，然後1鎖針。好啦，而家每個位置咧都要勾2短針啦，一共有12短針嘅。咁又係喺返第1短針前邊嗰2條線嗰度引拔啦。然後1鎖針，咁下3個位置咧，我哋就每個位置勾1短針，然後咧我哋就2合1 3次啦。喺第1個位置勾條線上嚟，第2個位置又勾條線上嚟。當勾針有3條線咧，就翹一翹啦，嗰3條線。咁呢個咧就係2短針合1，即係減咗1針啦。好，我哋仲要減多2次嘅。最後3個位置，每個位置勾1短針。又係喺返第1短針嗰度，嗰2條線嗰度引拔。下一圈呢，1鎖針，下3個位置，每個位置勾1短針。然後我哋就要3短針合1，即係喺第1個位置勾條線上嚟，第2個位置又勾條線上嚟，第3個位置都係勾條線上嚟。好，當勾針有4條線，翹一翹啦，嗰4條線。最後3個位置咧，都係每一個位置勾1短針。然後引拔。
而家唔使減針，每一個位置勾一短針，就一共有7短針嘅。咁我哋勾3圈啦，就入少少棉花，然之後呢，就將嗰條線呢索返住呢個窿仔。然後就用返頭先縫士多啤梨嘅方法，將佢縫咗喺底度啦。咁你先固定咗佢咧，就容易縫好多嘅。咁最後咧，就喺呢一度中間嘅位置咧，整個嘴仔啦。咁就喺個底嗰度穿一條線上嚟。好，陣間呢一條線咧，我哋穿返落去隱藏得啦。然後咧，喺中間嘅位置拉條線上嚟。好啦，喺返開少少呢個位置，將佢穿返落個底部。就好靚啦，有一條教下佢個形狀啦，你鍾意拉鬆啲又得，鬆啲咧佢就會彎啦，變咗個弧形。如果你緊啲咧，佢會一個 V 字咁樣。咁睇下你自己鍾意個嘴型係點樣啦。呢啲奶油嗰個邊邊翹上嚟，我哋咧就可以落少少膠水喺中間呢個位，少少就得㗎啦。咁樣咧。黐返佢落去就靚啲啦。你可以用線縫都得嘅，咁就最穩陣啦。哈哈！呢啲咁得意又可愛嘅 Jellycat 蛋糕係咪好容易勾織呢？你可以用深淺唔同嘅顏色嚟到勾織啦，或者呢，勾一個儲物盒。喺生日會送俾你嘅朋友就更增添歡樂氣氛啦〜